元宵的时，台南咸水蜂仔炮真出名。不过主办单位武庙最近是收到检方的传票，引起防告杀人未遂，提告的人那亲像是去炮仔碰着伤的民众。这个官司是互庙方感觉真无辜，嘛伫地方引起讨论。就是这场地检署传票，互咸水武庙真无奈。商店吼，伊本身咧放的炮吼，毋是照咱传统咧用的，伊用迄个烟火吼，去人咧放吼，去吊伫身躯去互烧起安尼。依照这个消防法内底，你说人施放的人爱负责任安尼。搁伫面册专业公告，讲做一直互人告，也是爱搁麻烦参加活动的朋友做好防护措施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这个被告罪名竟然是杀人未遂。这杀人未遂啊，没有杀人的意图，怎么可能是杀人未遂30年来，庙方因为蜂仔炮活动接到的告诉传票，到即马敢若物件，前一件是2016年，当时委托律师处理，被判无罪。无想到今年煞来收到，就是即届杀人未遂的告诉。消息一日出来，互当地民众也拢一直议论。无都想到有人故意来参加活动，尾仔竟然提出告诉。家己爱来阮遮看闹热，吼，恁家己爱做好准备，要签啥？因庙方嘛无法度通来遮一个信众，甲恁讲，要甲恁安怎保护啊，对无？所防备要做好啦。你家己做无好，其实咧足少的机会啦，就遐歹运，袂当怪谁啦。台南咸水蜂仔炮早就已经是登录公告的民俗文化资产。华港武庙逐年蜂仔炮活动前，拢会全力宣传，呼吁四座炮声的商店民众甲参加人一定爱让较远的，注意安全。不过有人防碰着伤，主办单位咸水武庙因为安尼防告，虽然真无奈，嘛敢会当全部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